傳媒咪成日話譚仔佢哋賣嘢嘅。蔡天鳳案迷思，吳明德教授。譚仔米線同蔡天鳳沉冤得雪嘅關係喺邊咧？就係教授前一排同佢傾偈咧，就話蔡天鳳事件咧好快沉冤得雪嘅。咁我其實唔知你點即係個背後個古仔係點，可唔可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好啊，咁你咪好高調地咧，傳媒咪成日話譚仔佢哋賣嘢嘅，賣樓嘅，即係佢嘅家族。咁啊，我就咪所以同你講啦，佢哋關事啦，要所有啲嘢變翻現金啊嘛，係咪？跟住咧，我就話你等啦。時候到咯喎，譚仔米線嘅上市公司如果私有化，就係開始嘅時候啦，開始審啊，會好快。嗰陣時我就賣個關子話俾你聽啊嘛，係咪？你一直都想知道噶嘛，而家話你聽啦。譚仔米線同蔡天鳳沉冤得雪嘅關係到底喺邊度呢？噔噔，就係因為蔡天鳳係再嫁噶嘛，再嫁俾阿譚仔，即係譚仔雲南米線嗰個仔啊，即係嗰個譚仔五哥個仔。五哥咧就叫做譚澤軍，佢隻仔咧叫阿 Chris， 即係譚方俊。再嫁俾阿 Chris 咧就帶住原配兩個小朋友嫁過去噶嘛。呢一個嘅案件不幸啊，係發生喺2年前嘅時間。2023年2月21日啊，龍尾村咧喺大埔嘅時候咧，就係蔡天鳳被殺害咗。咁點解要查咁耐呢？2025噶咯喎，2年，超過2年都未開審。其實喺香港嘅歷史上呢，呢個應該算係最長，或者第二個最長啦。因為如果我冇記錯呢，香港係有長時間要查嘅，最近先至啱啱有啫嘛。就係嗰個複審嘅許金山，許金山就係中大醫學院副教授許金山嗰個呢。佢被控謀殺佢嘅妻子同次女啊嘛。咁喺車呢就放咗一氧化碳嘅情況之下個瑜伽波啊嘛，係咪？係啊，因為有疑點啊。嗰時發生係2015年嘅5月，佢嘅案件呢就到咗呢2017年呢先至審啊。咁啊，因為複雜啦，咁啊要好多嘅資料啦。9月先至捉人，係咪？先至開始起訴啊嘛，所以呢就係要2年幾先查清。因為呢嗰個案呢係涉及好多嘅科學鑑證啊，好多嘅專家嘅意見啊。咁但係呢單呢就涉及到呢係真係一條龍嘅洗黑錢服務喎。咁所以咧，一條龍嘅洗黑錢服務唔係咁表面你睇到嘅一個咧，話咩鄺，即係佢前夫嗰個老爺鄺球啊，係咪啊？即係鄺球事件。鄺球啊，你即係前夫即係個老爺咧，鄺球啊，係嘛？咪就係鄺球事件咯，就係咯。鄺球係因為佢個仔想謀財啊嘛，佢有個豪宅啊嘛，嫁到離山啊嘛，咁樣就要拎走嗰個豪宅啊嘛，話要賣啊嘛，係咪啊？咁唔想賣啊嘛，咁簡單係咪？簡單，梗係唔係啦，係咪啊？咁你睇翻初步2年前開始俾你知道嘅就係，你有冇咁犀利嘅一個女人可以咧將個前夫一家人擸埋落現任嗰個翁家嗰一家人，即係2家人一齊去旅行一齊去親昵。因為咧嗰啲細路嗰啲孫嘅問題，係咪？咁你再睇過佢嘅背景，你咪知道咧佢必然咧同譚仔米線嗰家人好熟嘅有關。嗱，咁以下咧繼續講嘅話咧就係純屬推理嘅啫，係咪？咁因為咧單嘢咧你就會知道，突然之間我見到咧啱啱琴日見到咦譚仔國際獲武企提私有化喎，咁我即刻知道得啦，實過到關。私有化實過到關，因為咧成件事已經去到尾聲啦。咁首先講咧，譚仔米線佢同譚家同埋咧佢上市嘅過程私有化實過關啊，因為成件事已經到咗尾聲啦。首先講譚仔米線啦，佢同譚家以及佢上市嘅過程，首先就係譚仔米線係被日本一間，亦都係而家正在做嗰個丸龜即係日本丸龜製麵母企東利多控股。丸龜製麵母企嗰間東利多控股公司呢，係日本一個做呢一行零售上市公司呢，就睇中咗譚仔。大家記住呢個數吓。2017年嘅5月，就係用10億港元收購咗譚仔嘅雲南米線嘅母公司。嗰陣時嘅公司叫同心飲食公司，咁就係向細姐夫婦同埋五哥收購啦。仲有向關聯嘅公司買落全部嘅股權，呢個全部嘅股權，如果用當時嚟講呢，大約係幾多呢？2013年嘅年結亦都係3月底嘅年結，就係賺咗嘅，每年賺9600萬嘅生意，亦都係9600萬
就係6億9千萬生意啦。如果你要心中有數呢，你計一計啊，嗱，6億9千萬除幾多個鋪面啊？當時你就可以計算，哇，有做得咁多生意啊！佢嗰陣時嘅純利就係9600萬。我曾經喺2年前呢，有條片呢就分析過，點解會做到咁多生意呢？就係需要去賣俾間上市公司。嗱，如果賺9600萬，咁啊用10億去收購佢嘅時候，呢個 P/E 就係10.4倍。P/E 即係本益比，係一種透過比較股票價格同佢嘅收益嚟評估公司嘅價格。譚仔收購之後坐咗一輪，2017坐到2021嘅10月，將間公司叫做譚仔國際上市。咁就9月咧就發行24.8個百分點嘅股權啊，大約係1/4，即係25個百分點啦。佢嘅全總股本咧有13億4千萬，發行3億3500萬。換句話講，發行係用最低上市價，亦即係3個3或者4個1。最後咧就用咗3個3招股，招股就係上市以嚟最高，曾經係去到過嘅3個4毫8，最高啦。如果當時最高咧嗰個市值咧，譚仔嘅市值就達到47億喎。但後嚟啊跌咗落嚟㗎，跌到咧最低咧得7毫子，7毫子就只係值10億啦。咁亦都係話咧9億6千萬啦。所以喺整個嘅過程當中咧，我就估計過咧佢平均價究竟係幾多咧？平均價就係每日嘅股價計算出嚟嘅，就係1.47。嗱，呢一個平均價係1個4毫7。意味住咧，佢嘅市值成間公司，如果用平均價去買嘅話咧，就係值19.8億啦。好啦，咁突然之間2025年2月17號呢一日，嗰間上市公司啊，日本嗰間咁大嘅上市公司，點解會話建議佢私有化啊？咁咧就每股係俾幾多咧？就係個市價做緊9毫子，佢俾日價咧就係即係俾 premium 75%，用1個5毫8買佢嚇，用1個5毫8，即係話咧。換言之，1個5毫8，如果你成全個市場係3億3500萬股咪發行係咪？佢發行咗即係當日 IPO 嗰啲股份全部收翻嚟一檔，咁即係話佢要用5億3收翻嚟，係咪？唔，但係佢收到嘅錢咧，佢係當日啊收到嘅錢係如果以上市價3.35億去買佢，咁佢咧就係咧除翻4，佢咧就係咧值10億幾啦，係嘛？即係最高價大約係值10億11億12億到啦，咁嗰陣時上市就係嗰個股本，即係而家嚟講咧，佢咪即係賺咗咯，係咪？即係收錢嗰陣時咧，佢收呢1/4啊，嗰個3億3乘3.35億，佢呢個佢係收錢收咗12億到啦，而家用5億3俾翻你啦咁，即係佢就收翻嚟啦。好啦，咁點解啊？即係佢要派翻俾股東啊嘛，咁個股東話如果喺收市價都係9毫子，點解你要俾多75%啊？咁你要用翻喎，因為佢由上市以嚟到琴日收市價，我哋咪計咗個平均價係1個4毫7咯。咁呢個係即係用數面計，咁當然咧1個4毫7就最接近咧而家佢收市價1個5毫8啦，係嘛？係。咁呢啲錢咧係即係話我個大股東話我買翻啦，咁買翻，咁啊用翻5億幾去買翻以前咧佢收咗10億嘅錢，咁佢咪即係套現甩身咯，係嘛？即係一來一回佢賺咗咁多。咁但係咧，你會唔會啊？你已經收咗10億㗎啦嘛。阿偉文，如果呢間公司係你嘅，你喺即係當我哋當 IPO，你已經收咗12億啦嚇，我當12億。咁點解咧？而家你肯用再代咗去使㗎啦，係咪？咁你間公司仍然係你操控㗎嘛，係咪？你操控住間公司，咁點解你而家話市面嗰啲咧9毫子嘅嘢，我而家用用1個幾買翻？點解你肯啊？當初我哋有 agreement， 冇 agreement。我覺得係被逼嘅。OK，因為咧被逼係咩咧？你間公司咧梗係有問題啦。你間公司咧，所有掂過你間股票嘅，即係個個散戶個去買你呢間公司你發行咗25% 嘅股票咧，平均價咧係1個4毫6啊嘛。係嘛？我要你用翻1個4毫6嗰啲錢咧嚟俾翻人咯。即係俾翻啲小股東咯。嗰啲散戶啊，即係佢唯有咁樣咧，就 settle 咗呢件事先。係嘛？咁咧，即係你俾着任何一間上市公司今日咁凄涼嘅環境啊，即係香港嘅零售咁凄涼，咁你估譚仔米線會好過咩啲生意？係嘛？咁我使唔使用呢個咁嘅價錢去買翻你啊？係咪？唔通你真係咧咁值錢？而家你啲生意咧係值5億幾？係嘛？冇人會咁蠢啩咁。
除非一樣嘢咯。咁我嘅推斷咧係要搞掂咗呢啲來龍去脈咯。咁咧，然後咧，因為呢啲嘢已經而家呢啲嘢全部個名叫譚仔咋，全部唔關以前嘅事嚟㗎。不過咧，你要將呢件事咧，佢退出啊嘛，即係退出收咗之後，佢就可以退出㗎啦。以後咧，所有嘅將喺個市場度爆出嚟嘅嘢咧，係唔影響散戶揸住呢間公司嘅股票，因為已經賣翻俾佢啦。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咧，一有咩事咧，就會停牌㗎。知道嘛？明。咁所以我話嗰陣時話從我嘅經驗咧，就係佢一定要搞掂呢間公司。而家佢用咗呢個方法，就係咧呢間公司咧再唔會喺個市場度咧突然之間停牌，就係因為咧嚟緊開審嘅嘢咧同呢間公司有關聯咯。咁嗱，查咗咁耐啊，查咗咁耐啦嚇。咁即係咧，從呢個側面嘅線索可以推斷咧，蔡天鳳嘅沉冤咧好快咧得雪㗎啦。咁梗係唔簡單啦，係嘛？咁啊，全部係跨國集團嘅都唔簡單，好勁呢單嘢係。